啊，来老师卡落去哦，这是一寡情绪的物件，看你有在调无？来，我说含情脉脉啊。我讲目睭安电线，啊？目睭安电线。目睭安电线。嘿，因为含情脉脉时，你会想讲，你想要看这人，想要甲讲，我足爱你，足爱你，足爱你，所以你的目睭会布迄火，嘿，啊电火会布火，咚这样，会了。你敢会通？应该含情脉脉，老师。会啊，人讲翁生某大，目睭安电线。哦。翁是小生，某是小大，啊，两个对看着目睭安电线。来，咱接下来演一下目睭安电线咧，噔。哦。你现在要甲单调？我不是单调，我可能唔知甲钱去倒位。卡落啦！我说气势汹汹啊！我讲气势杂种。袂歹哦，来！我说气喘吁吁啊！我讲喘甲稀咧咧，喘甲稀咧咧，会使吗？稀咧，因为稀咧咧是足忝，足忝的。气喘吁吁哦。嗯。啊，皮皮喘。我说气喘吁吁啊！我讲皮皮喘。对。我说得意洋洋啊！我讲花头低低。袂歹哦。我说忧心忡忡啊！我讲油头甲面。水油头甲面，一看起你有心思重重安尼。我说兴致勃勃。我讲兴致勃勃。其实，什么物件泡泡？兴气气。兴处处嘛，在。哦，兴处处。好，安尼你搁讲一遍。我现在都在听你的。我说兴致勃勃啊。我讲兴处处啊。所以，我说紧张兮兮啊。我讲紧张兮兮。紧张的形容，紧张到要死。哎呀，对，到要死。不一定到迄字变身嘛。紧张到要死。我紧张，我收到你的批，我听你的歌。我说紧张兮兮啊。我讲紧张到要死。碎。我说死气沉沉啊。我讲死。你别快点比划啊！死，死气沉沉，规个敢若拢无精神，咱逐规应该是哦。但应该是死眼眼。死眼眼，有时哦，因为客家朋友食眼眼嘛是这个音啦，虽然讲客家人食眼眼，死眼眼啊，所以变成谐音啦。好。啊，另外一种是嘛会当讲无男无女啦。哦，要是无男无女。我讲一句好，你讲问一遍。我说死气沉沉啊。我讲无男无女啊。哦，好，无男无女，是不？无男无女咩写？无男无女。来哦，气看。他伤过。这是其实我是借机会啦，因为我捌看过伊的手。你看伊。来。无男无女吗？无男无女。无男无女，无，对不对？哈。无男。伊嘴音就写落啊。嘿。你莫写迄个哦，迄个要莫写字哦。这里吗？我就知咧。可以吧，老师？你真牛，四字无一字对。我应该安怎写？无有无的无。有无啊，就是这个无啊。对。哦。啊男呢？我要甲你蓝调调。这个吗？哦，烂。哦。哇。烂嘿。过来。你，我就想要了解倒一字。这个当读做呢嘛，当读做呢倒顶。呢甘。哦。无男无女。今日要大家了解一下，无男无女就是安尼写，无男无女。买说读呢，买说读倒顶呢甘，就是这个呢。真简单。哦，无男无女，谢谢，安尼我了解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先生。